你会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脸上，你的脸上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啊？就是碰巧而已嘛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还敢去见他？他手上有对你不利的照片，他要发出去怎么办？你说你是勇敢，还是傻？对不起啊，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动手。人心还是很险恶的。不过你还不算太笨，还知道录音留下证据，让林小雅过去接你。要不是她半路上车突然坏了，这个计划还不错。我还是太笨了，不笨的话，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他呀？感情上确实不怎么聪明，你应该庆幸及时和他分手。以后不要随意付出自己的感情。我也不想呀，但是感情这种东西，你没法控制啊。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越喜欢，越容易失去；不喜欢，就不会尝试到失去的痛苦。你没有谈过恋爱吧？谁说没有？那你来说一说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啊？恋爱，恋爱就是当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某些区域会变得异常活跃，肾上腺素大量的分泌，你会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脸上，你的脸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脸红心跳的感觉？没有。没有？不对啊，按照理论来说，人呢只要和异性靠近，因为人在和异性有着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大脑都会分泌多巴胺，这是一种本能，和恋爱无关。还有啊，你说什么不喜欢就不失去这套理论根本就不成立。所以没有谈过恋爱呢，还是要多请教请教我。